自從逃出諾史莫號後，艾倫雷普利在太空中休眠長達57年後，在2179年抵達地球附近就域時被救援人員發現。在地球附近的太空站內恢復清醒後，一名韋蘭尤坦尼集團代表卡特伯克告知他在太空漂流的週期，以及他的女兒阿曼達於2年前就以67歲的高齡去世的消息。之後，雷普利將諾史莫號上的災難過程匯報給公司高層時，在座的高層沒人採信他的故事，還撤銷他的太空飛行執照。當初爆發異形的 LV426號行星，這些年被韋蘭集團實行過地球化工程而變成一座太空殖民家園希望之地 Hadley's Hope。一戶人家於拾荒過程中無意間走進之前發現異形蛋體的外星船，其中一人因此同樣受到感染，導致殖民地於幾小時後與地球失聯。伯克隨同駐陸戰隊中尉戈曼希望雷普利能一同前去殖民地調查。雷普利因為近期揮之不去的噩夢，使他決定再次面對恐懼來解脫。雷普利陪同伯克和戈曼登上蘇拉克號戰艦，見到由士官長艾彭率領的精英陸戰隊，但隊伍中包括一名仿生人不下普，而雷普利基於之前的慘痛經歷，而對身為仿生人的不下普有着敵意。眾人抵達後駕駛一架登陸船抵達星球表面，發現殖民地內部一片狼藉，空無一人。而在醫療實驗室中保留6隻放進隔離水槽中的抱念體。眾人靠生物探測器找到唯一幸存的小女孩紐特。雷普利安慰並照料受驚嚇的紐特後，得知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已喪生。隊伍透過主控中心電腦得知大量居民聚集在地下3層的核聚變發電廠中。緊隨雷普利、紐特、伯克和戈曼留在裝甲輸送車中以外，其他人則下去調查。隊伍發現地下已經變成一個充滿乳白色溶液的恐怖異形巢穴，大量居民屍體上都有從內到外爆開過的洞。一名還活着的女居民體內爆出一隻異形幼體後，眾人用噴火器放火將其燒死。而數十隻異形轉眼間跳出來襲擊他們。由於發電機冷卻設備受損而將會有核爆危險，隊伍無法在裏面隨意開槍，大部分隊員集體被殺。艾彭和醫護兵迪崔克被找去作寄生主。經驗不足的戈曼被眼前狀況嚇到不知所措，雷普利則開輸送車衝進發電廠，接回僅幸存的3位陸戰隊員希克斯、哈德森和雅斯奎茲撤退。所有人認為該地已完全淪陷，同意雷普利的提議，用蘇拉克號上的核彈摧毀整座殖民地後，希克斯聯絡登陸船前來接他們，但船上2名留守的隊員卻雙雙被一隻登上船的異形殺死，導致登陸船當場墜毀。雷普利只能帶領所有人回到主控中心，封死所有出入口和窗戶，用所有剩餘的武器堅守陣地等待救援。不下普透過分析實驗室裏的抱念體標本後，發現所有抱念體都是從蛋體中孵化出，便推論異形群體中有一隻類似豐厚的母後來產下這些蛋體。雷普利從不下普口中得知伯克其實故意誘使居民去調查異形，他希望將異形樣本帶回公司實驗室來製造生化武器以獲利。當雷普利威脅他會揭發他的行為時，登陸船墜毀重創發電廠內部，即將造成整個區域發生核爆炸。不下普自告奮勇透過地下管道爬到外面，透過遠程操控蘇拉克號登陸地面來接回眾人。等待途中，雷普利陪伴紐特睡在實驗室中，但當他醒後卻發現2隻活着的抱念體逃出水槽並開始襲擊他們倆。由於實驗室門被反鎖，雷普利靠火災警報器警醒希克斯等人，其他人靠打破玻璃才救出他們。雷普利指控是伯克放出抱念體，
打算將他和紐特體內植入異形卵後偷偷運回地球，甚至計劃回程時殺死其他隊員以實施滅口。伯克仍然死不認罪，就在眾人一致決定對伯克實施處決時，主控中心突然斷電，而外圍的警戒機槍也耗盡子彈。一大群異形開始爬天花板入侵主控室。哈德森、雅斯奎茲和戈曼都在殊死抵抗過程中相繼犧牲。伯克試圖丟下眾人自行逃跑，而剛開門就被門後的異形殺死。雷普利和希克斯跟着紐特於他之前藏身的管道中逃生，但紐特不慎掉進底層後被一隻異形抓走，希克斯也不慎沾到異形的強酸血液而受傷。畢夏普成功調來第二架登陸船，雷普利先將希克斯送上船後返回巢穴救紐特。雷普利成功找到還未寄生的紐特，但抱着他出去時卻剛好遇上正在產卵的異形母后。母后感覺到雷普利的武器會摧毀他的蛋體，便任由他離開，但雷普利還是摧毀所有蛋體及母后的產卵管，導致母后被激怒開始追趕他們。隨着發電廠即將熔毀爆炸，雷普利和紐特回到地面被畢夏普接走，整座殖民地在核爆炸中毀於一旦。眾人回到蘇拉克號上不久，躲在登陸船起落架上的母后將畢夏普撕成兩半後開始追擊紐特，但雷普利操控着運貨用的動力服將母后鉗住，透過地下艙門直接將母后拋進太空徹底消滅。雷普利將畢夏普的破損身體拼回一起後，和紐特與希克斯一起進入休眠而返程地球。